过来看到检方最近咧办一件诈欺案的时，发现讲有16个律师咧替诈骗集团辩护时，这项甲侦查资料泄露出去。检方是依照组织犯罪、涉密洗钱等罪起诉18人。另外，警方嘛有抓到一个假的投资顾问公司咧卖假股票，骗超过大票3亿，有900人受害。 互人查出高级诈骗集团的姓田律师带回调查时阵，表情正平静。北检伫侦办一件诈骗案的时阵，发现伫2023年有律师透过一间的机会，将侦查笔录内容泄露予诈骗集团的首领，也有担任车手的辩护人。检方经过4阶追查，今仔日甲18人起诉，其中包含16个律师，分别涉犯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。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指挥或参与犯罪组织等罪嫌，均依法提起公诉。郑姓被告身为职业律师，未能洁身自爱、恪遵法令及职业伦理，明知诈欺集团所为侵害民众财产权益甚巨，能与之勾结。检方建请法院对姓田的律师判重刑，应该执行9年以上的刑责。其他涉案的律师嘛，互人起诉。另外，就违反律师法、律师伦理规范的部分嘛，依附定解。另外，刑事局原来查到一个诈欺集团，主嫌姓王甲姓卢的查甫人，涉嫌假投顾公司伫卖生物科技类这公司的未上市股票。 假做要上市甲行贵，警方抓到12个人，不法金流有3亿。那加以虚伪的业绩，还有隐瞒公司财务亏损的状况诱使被害民众认购，并使用人头账户供被害民众汇款。 警方表示，这个集团为2020年底开始，就以卖未上市股票的名义，掌握特定人士的资料推销，假讲伫要上市也是行贵，被害人交付现金也是汇款了后，就断绝联络，估计有上100人受害。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，唔通相信不明的资讯来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